为着避免露营的时阵，这垃圾水直接排入河川，环境部是修正公告，露营的所在若准是伫水污染的管制区，就应该要有处理的设备。环境部予业者一冬的时间，每年3月开始，这违法的人上济会罚300万。 因为介意大自然甲恬静的生活，真侪民众爱去深山来露营。不过露营的时，主者洗身躯上便所造成的废水，较高污染水源。因为安尼，环境部规定，伫水污染管制区内底的露营区，爱收集污水，设置污水处理设施。污水处理了后，爱符合放流水的标准，若无会罚3万到300万。 一般山上的这种好山好水的水源区，大部分都是我们的水污染管制区。我们大概有一年多啦，哈，从昨天的公告之后到明年的3月1号开始，我们会有重点稽查起立计划。 环境部指出，全台目前大约有1780个露营场，需要收集甲处理污水的露营场，主要集中伫南投县、苗栗县甲新竹县。业者需要装合并式净化池、化粪池等设备。有业者认为，虽然安尼会增加经营的成本，不过这是本地就应该爱做的。对，它是应该要做的了。现在南投县政府他们都是要求你在申请执照的时候，就是要有引井或者是一个化粪池做污水处理这样子。环境部指出，立管的露营区集中伫河川的水头，有必要爱进行管制。业者排处理过的放流水、生物使用量、化学使用量、油脂等项目拢袂当超标。若有超标的情形，会当罚3000到30万罚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